咁啊，今日咧就係大年初八啦。大年初八咁雖然係開工嘅日子，咁但係見到咧就係廣珠城際咧就係中山北站啦，依舊係咁多人乘坐前往廣州方向嘅。今日咧就係大年初八，身處位置咧就係中山北站。係啦，冇錯啦，咁經歷咗咧就係大概半個零鐘嘅車程啦。由廣州南站咁乘坐廣州地鐵啦嚟到咗咧就係越秀公園站嘅。咁而家咧就步行過去咧就係廣東廣播中心，即係咧就係廣東人民廣播電台嘅。咁啊當然啦，而家變成咗咧就係廣東廣播電視台嘅廣播中心。咁由廣州地鐵咧就係行出嚟，而家經過咧就係中國大酒店。喺呢個中國大酒店旁邊嘅麥當勞啦，依舊咧就係存在屹立不倒啦，喺呢度嘅。呢度咧就係人民北路686號嘅廣東廣播中心。咁啊，廣東人民廣播電台咧就係由2003年開始啦，搬遷到咧就係全新嘅廣東廣播中心嘅。咁啊，見到咧就係呢一個就係廣東廣播中心嘅整體形象啦。咁而直播室咧就係位於咧就係13樓嘅。咁我見得到啦，就係廣東廣播中心。咁啊，廣東電台新聞台啦、珠江經濟台、音樂之聲同埋城市之聲咧就係位於呢一邊嘅。見到啦就係成個流化湖咧就係最靚嘅景色嘅。咁啊，呢一度咧就係廣東電台嘅大堂啦，經過咧就係全新嘅裝修嘅。農曆新年期間，我當然見到啲桃花啦。咁而家帶大家上去咧，就係廣東廣播博物館上邊睇睇。估唔到咧，喺廣東電台嘅大堂呢度咧，有瑞幸咖啡。由呢一個咧就係廣東廣播電視台廣播中心嘅大堂咧，行到上嚟2樓就可以見得到呢一個廣東廣州廣播博物館嘅。咁啊，見到一個咧就係非常之舊同埋大型嘅調音台，哇！呢個調音台咧，唔知道有幾多年嘅歷史。咁啊，當年嘅電台廣播咧，就係經過呢個調音台輸出，唔知道而家仲可唔可以用咧？呢個咧就係模擬調音台嚟嘅。我哋睇睇呢一本咧，就係民生熱線嘅紀念畫冊，5週年嘅紀念畫冊。大家好啊！咁今日咧就係大年初八開工大吉。咁而家我身處嘅位置咧就係廣州市廣東人民廣播電台舊址，同大家睇睇呢個舊址啦。以前啦有啲咩嘅電台先？咁啊，廣州廣播大廈啦，當年咧就係廣州市嘅10大建築物之一嚟嘅。我哋見到啦，歷史啦非常之悠久嘅廣東人民廣播電台教育台啦，咁仲有英語台喎。跟住呢邊城市之聲、健康之聲。咁啊，城市之聲咧，而家叫做咧就係南方生活廣播嘅。
咁仲有咧就係廣東電台新聞台啦，而家就叫做咧就係廣東廣播電視台新聞廣播。再睇翻呢邊啦，非常之有名嘅珠江經濟台。咁珠江經濟台啦，當年咧創造咗呢一個珠江模式出嚟啦，咁所以咧亦都係眾多嘅電台啦仿效佢嘅節目製作方式啦。另外仲有咧就係廣東電台文藝台，應該就係音樂之聲嘅前身啦。呢個咧就係廣東電台音樂台，咁啊當年掛牌就喺呢度啦。再睇翻羊城交通廣播電台啊，咁而家當然叫做咧就係廣東電台交通之聲啦。呢一個咧就係最原始嘅廣東人民廣播電台嘅牌匾啦。大家可以見到啦，就係呢一個歷史嘅足跡啦。以前嘅廣播就係由呢一度開始嘅。咁啊，大家可以見得到啦，廣東人民廣播電台呢一塊牌匾咧係非常之有呢個歷史痕跡嘅。咁啊，當年啦呢一棟嘅建築物咧就係廣州市嘅10大建築之一嚟嘅。廣東人民廣播電台音樂之聲 FM 99.3 93.9兆赫。永不停頓的珠江 AM 1062千赫 FM 97.4兆赫，珠江經濟台全天24小時廣播。廣東人民廣播電台新聞頻道衛星廣播 ZY Radio 廣東。天際傳情，永遠動聽 FM 103.6，廣東人民廣播電台城市之聲。廣東人民廣播電台教育台 AM 603千赫。廣東人民廣播電台教育台 AM 603千赫。後邊咧就係太平洋影音公司，咁就喺廣東廣播中心嘅後邊嘅。咁啊，以前咧大家咧就係買嘅錄音帶，聽到啲歌曲咧就係由呢度生產出嚟嘅。咁啊，太平洋影音公司創立於咧就係1979年嘅1月份嘅。咁啊，大家以前聽到嘅歷史小說啦，就係由太平洋影音公司製作啦、出版啦。呢度咧就可以見到咧就係廣東廣播中心嘅全景啦。大年初八，現時位於咧就係廣州市環市東路331號嘅廣東電視中心呢度嘅。平時咧從呢一個咧就係電視新聞畫面當中見得到啦，廣東電視中心今日咁啊終於咧就係嚟到咗現場啦。呢一棟嘅建築物咧就歷史悠久噶啦，咁而後邊嘅2期啦就經歷咗呢一個翻新，咁因為呢一個咧全運會關係啦，所以咧見到咧就係前面主樓嘅顏色同埋後邊2期嘅顏色咧就係有所唔同嘅。咁我而家身處嘅位置咧就係環市東路嘅天橋上邊，咁可以見到咧就係各式各樣嘅車輛，公交車咧就係呢一個城市嘅風景線嚟啦。嗱，咁啊睇呢個廣東電視中心啦，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嚟到睇嘅。咁啊行過嚟環市東路嘅天橋呢度拍攝嘅話咧，畫面方面咧就會更加之廣闊啦。